继续来看荷兰驻台湾的代表纪维德，伫27号荷兰的国庆日送荷兰的郁金香，互咱的外交部甲疫情指挥中心，要回谢咱的政府送翠函互因。说伫咱台湾呢，荷兰贸易甲投资的办事处嘛正式改名改做荷兰在台办事处。纪维德强调讲，这个名减一点嘛，其实是加真多。另外，立委嘛发起着防疫外交，募集着医疗级的防护衣2300领，要送予日本的代办。台日友好，防疫外交。台湾连续2天无新增加确诊案例，日本代办确实发生院内感染。立法院亚当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发起防疫外交，募着2300件医疗级的防护衣，要送予日本代办的市政府。防护衣的部分呢，目前在台湾政府当中并没有管制，在2天之后呢，大阪政府就会收到。仅代表日本表达由衷的感谢及在苦难之时仍然伸手相援的，才是真正的朋友。台湾的防疫成效，全世界拢知影。荷兰驻台代表纪维德伫昨荷兰国庆日国王节迄一天，特别送荷兰空运来台郁金香，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代表我们两边的一个友谊，那当然也感谢我们有跟他捐赠的一些口罩，所以他特别表达他们的谢意。外交部长昨嘛接见纪维德，荷兰驻台代表机构嘛为荷兰贸易甲投资办事处改名做荷兰在台办事处。By taking out the words trade and investment, we have become more inclusive for all the other areas we are collaborating on. So clearly, less here is much more. 外交协认为讲，新的名会使表示台湾荷兰的关系密切友好，反映两国全面发展的现况，期待双方应伫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荷兰嘛会使继续支持台湾。